如果同大家講起西九龍咧，相信熒幕前嘅你一定會諗起呢個九龍站啦、尖沙咀又或者旺角呢啲咁出類拔萃嘅旅遊精華勝地啦。但係呢啲位置方便就方便啦，但係要求其喺度買個單位都要2萬幾蚊尺，即係20萬一平或以上，又真係唔係咁易入到手喎。但係今日真心地創開為主，喺我哋西九龍嘅石硤尾站，一個站就可以去到呢個九龍塘同埋旺角，由4大發展商恆基打造嘅都市綠洲曉柏峰，終於入伙啦！機會嚟啦！咁就話說咧，我哋嘅曉柏峰咧，除咗行幾分鐘就可以去到呢個石硤尾地鐵站之外咧，我哋漫步去翻呢個太子站啦，同埋呢個深水埗地鐵站都非常地接近。一個站就可以去到呢個九龍塘、旺角，3個站咧可以去埋呢個何文田、紅磡嘅理工大學同埋呢個沙田，4個站咧仲可以去埋呢全港核心之一嘅會展灣仔區同埋尖沙咀添啊！而且我哋行出一條街咧，全香港九龍新界機場嘅巴士線全部一應俱全啊！再加埋我哋附近仲有超過160萬尺嘅大型商場，無論翻工啦、日常飲食都好咧，完全帶到俾呢個最頂級嘅享受啊！如果咁多位想要更加詳盡嘅資料，歡迎喺評論區或者後台俾我一 Candy 會將資料極速送上啊！咁究竟我哋曉柏峰苦等咗2年時間，終於入伙啦！然後究竟發生咩事呢？今日即刻同你去睇睇。咁就話說咧，我哋曉柏峰咧單位非常地多元化喎，有開放式1房、2房、細3房、大3房，全部一應俱全。我哋而家即刻登頂睇個大3房499尺先 ，Let's go！ 門口位置咧，發展商幫你做咗呢個 Samsung 8K 指紋，再加密碼門鎖，為你同你嘅家人生命護駕保航啊！而右手邊嘅位置咧，做咗個 L 型內嵌式開放式廚房咧，有咩好處啊？對於我哋呢邊飯廳影響一定係最細啦，可以做翻張4人小餐桌。而我哋入邊所有嘅電器品牌都唔吝嗇喎，做咗呢個西門子嘅抽油煙機、呢個 Kachina 嘅爐頭、微波爐、雪櫃全部一應俱全咯。同埋由於我哋樓底夠高啦，你會見到咧整個儲物量空間非常地誇張啊！走前一格咧，呢度上面都係儲物量空間嚟喎，不過呢邊相對有啲高啊。如果非經常性攞嘅，你可以喺上面都 OK 嘅。而嚟到我哋呢邊呢個空間啦，由攝影師嘅部分直接去到我哋落地玻璃部分有成2.3米嘅喎，呢個位置都有成2.4米嘅。咁所以咧呢邊呢個空間位置咧，擠翻張3人梳化之後咧，前邊咧其實本身都夠闊嘅，不過受牆身所限啦，所以我哋最近擠部60寸電視咁就啱啱好啦。而你會留意到咧，我哋整個客飯廳空間咧，原先咧呢邊係牆身嚟嘅，平時其他單位啊，但係發展商咧就幫你做一個大落地玻璃窗啦，所以你會見到整個大 L 型嘅曲尺面採光度非常地靚啊！呢個採光面咧，哇唔到晚上7、8點咧，你都唔使開燈。但係我哋露台才是精華所在啊，出嚟感受下先。嗱，咁我哋左3排露台嘅闊度唔係好闊，2.6米鬆啲左右。不過我哋做得夠深啊，咁所以咧整個空間咧非常地好用喎。咁多位男神有需要咧擠部跑步機、滑單車機，女神咧可以喺度做下瑜伽，感受下呢個大自然嘅氣息，非常地正啊！而且我哋呢邊咧仲做咗個洗衣機喺度啦，平時有洗完衫直接晾衫，搞掂晒啊！望翻出嚟由左至右啦，見到栩栩如生嘅獅子山景觀啦、東九龍啦，以至西九龍一帶咁 city 嘅靚景，無論早上或者晚上望翻出去都非常精神啊！整條走廊個空間咧唔算好短啊，但係非常地神奇地幫你做咗5個部分㗎啦，3間睡房再加2